日打工歸來，瞓身上沙發，趁腦海入面只響起人工幾時加。就尋晚8個入巴士站，嗰邊未任日後先聽叮叮響鬧鐘聲，排隊失開上鎖都唔醒，辦公室冷氣地盡冷卻與5落半點人情。舊老闆話我勤力乖巧，新老闆話要有法結構。3個部門合併一齊，一個人做3份工，唔准講冇補貼。做計上鬥數做到喊 ，Excel 爆晒格圖表套到夜晚。啱啱開完會 Slack 有響，老闆中話嚟表人好 ，keep it up。Lunch time 快閃經濟飯，下你汁要多啲，唔加錢得唔得先？打包麵線拉埋半桶水，今晚宵夜唔使錢。飯與中午嗰餐，人哋個個揾配嘢拍片賺錢，我淨係適應自己打力先領 M4。Zoom meeting 嚟起部電話，背景係我洗衫房個 boss 為係 co-working。打工，日日做猛工 ，email 回到打晒手 ，Slack 響到請老空。老闆話我點解成日唔在線？在線咗，但心已經 offline。4D 落到眼光光，三餐對住賣撈粉當罐，租金貴，薪水輕，路唔敢買老婆都冇影。講唔上理想，講唔上理財，講到盡係講點樣捱。人工5加，年年等 bonus， 一親清到個名。email 簽名簽到想喊，但我依然笑，因為我有嘢食，有得瞓，有條命行，仲有希望。下期4D我唔中都有人做。